今天大宝跟我生气，因为他梦到我出轨，所以他今天早上生气我一整个早上，然后还对我恶言相向，说什么我是大骗子什么什么的，我根本就没有出轨，我那个时候在睡觉，我今天睡到下午1点，我是要出什么轨？我在梦里面喝汤还是怎样，我忘记，我记得我做一个吃饭的梦，可是他那边梦到我出轨，然后气到现在，现在已经晚上10点11分了，还在气，现在不跟我说话，不跟我说晚安，还在气，有什么好生气那么久的？一个梦而已，快点说爱我，说爱我，说晚安，爱我。他就是这样对我，今天一整天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，气到长痘痘，滴吧滴吧滴滴痘痘。